他们不真从这里，是我们是干的嘛？你这个嘛干部，那反正都不说嘛，我出来了，我们是不是你的外地，我把你，我把俺们三千回的，在那妈妈听呀，妈妈搞我醉了，妈妈搞你抽酒，要我干啥呢？妈妈去抽酒来了，要我不你妈屁股，妈咪抽酒说给，你不他妈屁股，我这个你给我神主管了，要不我不弄走，妈妈把个三块回的，让我三抽酒的，妈妈那个不干醉了，我去的呀，要不然那个我出来了。我们要干啥呢？我们要开始呀！不管他什么来路，你可以上来路，我们来路，你可以上来路。Sam in der Visit. Ja, es ist so gewonnen.